國寶精華即將播映。無線電視翡翠台，各位觀眾新年快樂！今日係1月29號星期四，大年初一。新春音樂特輯《星光四射星期夜》即將播映。音樂電影《我在柏斯的日子》即將播映。稍後請收睇一節午間新聞。歡樂今宵即將播映。午間新聞即將播映。摩天戰神即將播映。周六電影榜家有喜事即將播映。6點半新聞報道即將播映。6點半新聞報道即將播映。新世紀超時空要塞即將播映。為你報道本台最新動態嘅 K100即將播映。勁歌金曲之新春歡唱迎金陽即將播映。6點半新聞報道即將播映。恭喜發財！今係2月9號年初一，喺稍後請收睇《啤啤熊寶寶》。跟住落嚟係講6點半新聞報道。跟住嚟講嘅係唱 K 小魚仙。恭喜發財！今係2月7號年初一，喺稍後請收睇《刺激校園》即將播映。跟住講嘅係不打自己人。跟住講嘅係宣傳儀。跟住係寵物小精靈超級願望。跟住落嚟係搵勁歌金曲。恭喜發財！今日係1月31號年初一，喺稍後請收睇《都市方程式》。跟住落嚟係英雄醉了。跟住係時事多面睇。跟住係講一套劇集《神雕俠侶》。跟住係播映一套劇集《衝啊瘦身兵團》。喺稍後請收睇超級勁歌推介，只要係快樂掌門人。跟住係中國聯通呈獻環球新聞檔案，之後係一節晚間新聞。